台北风台即届是连续放2天的风台假，对于免上班的劳工甲一寡共款继续上班的劳工有啥物无共款的权益，就爱特别注意。咱今仔解破新闻，就请吴欣来讲，互劳工朋友来了解。是主播，本来做风台大家拢会关心讲，敢会放风台假？风台假用意是啥物？相关劳权，咱嘛爱注意。做伙来看，首先对风台假，咱爱有一个观念，就是风台假唔是假，伊是一种安全措施，避免咱做工课因为天然灾害有危险，为了安全才来停止上班。那即马放风台假，咱有的新路会问讲，风台假无薪水，敢有合理？也风台假若爱上班，敢有加班费？根据劳动部的规定，风台假虽然讲咱劳工无做工课，嘛是建议企业卖甲劳工扣薪水。也伫咧风台假中间有上班，是建议企业甲劳工加发薪水。毋过公司若无安尼做，嘛无违法。但是若伫咧假日时放风台假，佮有上班，就爱算加班费。当然，法律规定是上底限，劳动部也是各类企业就爱照顾劳工，加挂福利，加挂优待。也放风台假，若是因为工课需要，头家是会当要求员工来上班，毋过就要提供亲像交通工具啦，亲像交通津贴，才会必要协助。也咱员工若是伫咧上下班的中间，因为风台发生意外，头家就要互员工补偿费，就要互员工工伤病假。另外，头家袂使伫风台假中间临时要求员工踮厝上班，若是爱员工踮厝上班，就要经过员工的同意。毋过，再注意算讲员工本地就是伫咧厝上班，因为头前咱有讲，风台假用意是啥物？风台假用意就是讲保障劳工出勤的安全。员工本地就伫咧厝上班毋免去到外口，所以就较无安全的挂虑，就无风台假正常上班，甲平常时做工课共款。所以讲呢，头家就无另外或者加班费啊，若是讲若无另外或者保险啊，嘛是 OK 的，无违法。毋过伫个风台假，咱员工毋管是爱去公司上班，也是本地就来踮厝上班，若有安全的挂虑，像讲风雨伤大，咱遮着饮水啊，真正有危险。员工是会当用体避权毋上班，迄天来放风台假。也头前有讲放风台假是建议企业卖甲劳工扣薪水，毋过企业若是因为劳工放风台假迄天无做工课，无互迄天薪水是 OK 的，无违法。但是头家袂当用即个体避权，因为劳工用体避权，要求劳工用事假，也是讲伫休假来请假，嘛袂当靠专勤的奖金来甲即个劳工考即个分数跑加分，这行为拢是不利对待，拢是违法的。也即马风台假相关劳权，咱就爱知影。即马风台天若是出门在外，就要注意安全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解破新闻，甲时间交等有主播。